堪布，您作为本教的一个师傅，我们都知道，您的学识非常渊博，尤其是这些年来，您不但是藏文的著作等身，而且汉文的有很多的文章都，为我们所这个学习啊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帮助。那么这些年里面，您对汉地的这种在本教方面弘法利生及传播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也想请师傅谈一谈这些年您在汉地，这些弘法利生方面的感受，以及给我们汉地弟子如何学习本教这种知识啊和文化方面提一些很好的建议。我接触这个汉族的这个居士啊，汉族的朋友，差不多有20多年吧。在小的时候呢，我在学校里学到一点点的这个汉语，但基础不是特别好。可以说，对于汉语来说，就是我是半路出家的。然后后来我呢就有机会了，去成都开始给人做翻译，文字上的翻译、口头的翻译，这个就是对我的这个汉文的学习方面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再后来呢，我就开始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各个地方。我呢去汉地的主要目的，开始的时候主要目的是以学习为主，我想学汉语，学汉文。然后也学汉族的这个文化，因为这个语言和文字的背后的这个文化是很深厚的。然后再后来呢，就是汉地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汉族的这个信徒，包括这个信藏传佛教的本教的信徒也开始接触过很多，他们也需要一些帮助啊，然后我们也就是以朋友的身份、以师徒的身份、以师生的身份这样的帮助，很长时间就是交流，就是以此来重铸自己、提高自己的一些知识，就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遇到过很多的困难。第一个就是语言的障碍，它毕竟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两个不同文化的，所以就这个差异是很大的，这个语言的障碍是很大的，所以就是突破语言呢，就是也费了很大的劲儿。然后呢，就是文字的部分，最后就是两个不同区域、两个不同这个民族的，他们的文化是有差异的，所以就是藏语里面的很戏剧的、很玩笑的一句话。背后它蕴藏着很多很深的、很不可思议的，能给你带来很多幸福和快乐的，能帮你解决这人生中的很多问题的东西。它翻译成汉文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不复存在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死板的东西。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在传法也好，就是搞翻译也好，就是交流也好，就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限制。就是这方面确实遇到过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在汉地的话，就是汉族朋友当中，信藏传佛教的其实越来越多，信本教的也越来越多。以前的话，我们去汉地的时候呢，一个是藏传和汉传之间的这个一些教派之间的一些问题，然后藏传内部之间的一些教派问题、传承问题，然后就是佛教和非佛教这个宗教与宗教之间的问题，反正问题就特别多。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要这个传播和这个弘扬这个咱们中国文化的核心佛教文化和本教文化，这个对于这个来说，就是这个障碍是特别大。那现在呢，就是很多汉族朋友呢也开始接触了本教的很多师傅，在很多师傅中间也陆续学到了很多关于本教的知识，在基础上就是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本教信徒，你要去了解本教文化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包括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本教的信徒，他还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首先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本教的认同，对本教的认识这一块，就是我们从佛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叫做见地，就是你对，一个是你对生活的认识，第二个就是你对这个人生的
归宿这个的认识，第二个就是你对本教文化的认识，本教是干什么的，学本教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因为语言的障碍，因为文字的障碍，因为文化的障碍，就是文化的不同啊，他们很多的弟子，包括我们自己，就是对本教文化、本教的信仰。本教的很多的文献，包括这个本教的它的历史，对这些的这个认知上面还是受限制的。这个可能以后就是你要学本教、修本教的话，它会阻碍你的成长。你很多事情你必须要突破，对吧？你必须要突破。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宗教也好，文化也好，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众生，服务社会。我觉得就是本教的价值在于哪里呢？不是你讲了什么法重要，更重要的就是讲这个法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弘法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如果你这个所弘法的这个宗教也好，如果利益不到众生的话，你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所以就是我们不管你讲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大圆满也好，不管你讲历史，反正你讲文献，你讲什么东西，你的目的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去解决你的问题。在生活中的困境，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给予帮助，利益他们，让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这个就是它的真正的目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文献的这个翻译方面也很受限制，就是本教方面的这个资料特别少，汉文版的，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啊，你学习也好，修行也好，就是资料的提供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就是展开的去研究或者说学习本教文化的时候，他们的阻碍是很大的。所以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既懂一点点汉语的，又懂一点点藏语的人，虽然不是什么专业的这个翻译人士，但是就是翻译文献和一些关于本教的最基础的一些常识，对于这方面的，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对，师父说的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汉地弟子其实是希望更深入的、更广泛的学习本教的知识和文化，但是苦于，这么多年来，汉字翻译的东西确实非常少。但是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了，像堪布，你也翻译了很多的书籍，比如本教百问啊等等这样的书籍，让我们如沐甘霖，真的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堪布能够在以后的这种时间里，更多的去翻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能够让我们汉地弟子可以更好的学习。